宋朝文學家歐陽修喺年青嘅時候排斥佛教，但係到咗中年後皈依三寶，修學佛法。佢自號為六一居士，所以後人稱譽佢嘅詩詞為六一詩詞。歐陽修嘅詩詞善於刻畫男女愛情變幻同埋無常，其中有一闕詞《生查子》係咁樣嘅：去年元夜時，花市燈如晝，月上柳梢頭，人約黃昏後。今年元夜時，月與燈依舊，不見去年人，淚濕春衫袖。呢闕詞寫嘅係青年男女相約看花燈嘅故事，最後係有情人未成眷屬，令失戀者黯然神傷。佛經講愛不重不生娑婆，意思係話凡夫係因為宿世愛欲業力嘅牽纏，先至投生到娑婆世界嚟嘅，唔係報恩還債，就係報怨討債。須知愛欲係煩惱嘅根源。佛講嘅十二因緣流轉門，明確咁指出眾生係由於有愛情，所以輪迴生死嘅。自古以來，唔少男女被情所困，為愛成痴，衍生怨憎仇恨嘅悲劇。所以歐陽修喺另一闕詞《玉樓春》講：人生自是有情痴，此恨不關風與月。情思前人有如春殘作簡，其實心內嘅情仇同埋身外嘅風月係毫不相關嘅。風月本自無心，絲毫冇眷戀之情，但係眾生內心擔着愛欲，不能自拔。風花雪月係自然界嘅運行，並唔係為情而生嘅景象。呢啲不過係文人將以麗浪漫嘅情懷寄予風月，又借喻風月嚟形容男女之間嘅愛情。各位，愛情係欲界凡夫與生俱來嘅本能，但係愛情有污染嘅，有純潔嘅，有佔有嘅，有奉獻嘅。愛情如水，水能載舟，亦能覆舟。愛如果處理得妥當，可以激發人性嘅真善美。相反嚟講，如果處理不妥當，觀念偏差，方法低劣，動機不正，咁不單止會使到雙方產生煩惱同埋痛苦，甚至會因愛而生恨成仇，導致身敗名裂、家庭破碎嘅。因此佛教認為污染、佔有、自私執着嘅情感係學佛者嘅障礙嚟嘅。佛教主張在家學佛者必須以慈悲去運作感情，以理智去淨化欲念，以禮法去規範交情，以道德去消解愛執，咁樣先至能夠體現更豐富、更雋永嘅愛情生活嘅。